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1月29日，經文馬太福音8章1至13節。耶穌下咗山，醫好咗一個長大麻風病嘅病人。後嚟耶穌入咗迦百農，有一個百夫長嚟求佢醫治癱瘓嘅僕人。百夫長講，佢唔敢要求耶穌到佢屋企，只要耶穌講一句話，佢個僕人就會治好。耶穌稱讚呢個百夫長有信心，並醫好咗佢嘅僕人。今日我哋基督徒最缺乏嘅唔係各樣嘅恩賜，而係對上帝嘅信心。確實有唔少嘅基督徒喺教會以外行事為人有條不紊，事事妥當，甚至德高望重，返到教會卻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究其原因係佢喺侍奉上稍有不足之處，或力有不逮，就成為教會內嘅流言蜚語。喺咁樣人言可畏嘅情況下，佢哋越嚟越缺乏對上帝嘅信心。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，對未見之事有確據。沒有信，就不能討上帝的喜悅，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，並且信他會賞賜尋求他的人。希伯來書11章1至6節。阿們。